又有新型騙案啦！受害人第一次做業主，騙徒有晒劇本，有齊演員，不同角色 stand by， 仲有真實銀行做場景，象真到100%嘅道具，令過程滴水不漏，天衣無縫咁引受害人入局。到底佢哋點樣被騙徒揀中？佈局超過1個月，係咪完全冇破綻呢？劇本第一場，騙徒扮銀行職員，用最普通嘅 cold call 漁翁撒網揾目標，推銷低息按揭。家人係幾時收到呢個電話㗎？3月尾。內容講咩嘅咧？佢就話我哋銀行而家做緊個低息貸款，大概係 P 減2點幾度，問我哋有冇咁嘅興趣。我哋本身諗住買樓，覺得呢方面係好切合我哋嘅需要。本身都對本地比較大嘅銀行做咗個 research 嘅，咁就未去做細嘅銀行，都覺得呢間細銀行都好似可以考慮得過喎。如果供30年嘅話，就供少啲，同埋個回贈又高啲。有幾抵咧？佢講到。佢呢間咧本身同我哋講就話 P 減2點8幾，咁其他咧可能係 P 減2點75左右。家人將丈夫嘅手機俾咗對方，幾日之後就收到另一位職員嘅聯絡。第二場輪到按揭部職員周生出場，進一步聯絡我先生啦，就同我哋問翻我哋想借幾多錢，我哋想借300萬嘅，咁佢就好似拗盡個九牛二虎之力，就話可以俾到 P 減2點9最低嘅利率俾我哋。咁我哋都有對比翻，原來同大行比嘅話，佢真係好抵好揀得過喎。周先生就叫我哋 send 身份證同埋3個月嘅銀行月結單俾佢，睇下批唔批。有冇話有咩條件咧？如果咁低？佢有講嘅，因為佢話咧喺佢間細行度做借300萬咧，佢就話要擺10%，即係30萬入佢嗰間銀行度做180日嘅定期。當時覺得都幾合理嘅，因為計翻條數又 OK 抵啦，同埋嗰30萬存咗落去話係我哋嘅共同 account 嚟嘅，咁之後都可以我哋自己攞翻出嚟用。當時有冇問佢攞卡片咧？而家回想翻係冇嘅，係的確我哋疏忽咗，因為始終我哋係第一次買樓啦，同埋第一次去做借貸呢個手續。雖然冇攞卡片，但佢哋有將自稱銀行職員嘅陳小姐同埋周生嘅電話喺防騙伺服器搜尋，並冇任何發現，於是令佢哋放低咗戒心。周生再進一步保證，除咗利率 P 減2點9，仲有額外加回贈。本身咧佢就話 P 減2點9個回贈係45000，最盡丟到去6萬回贈。佢就話咧，因為45000同埋6萬咧係爭咗15000蚊嘅差額。佢就話咧佢會用埋其他分行即係其他部門嘅 quota，咁就先有呢15000蚊嘅多出嚟嘅回贈。咩部門啊？咁嗰個係信用卡部門。第3場為咗令劇本更加真實，騙徒好大膽，竟然約受害人直接去銀行分行見面，叫我先生去交份 bank 嘅 statement 3個月嘅落去佢間銀行度。咁要你哋再交文件，你哋有冇覺得奇怪呢？我先生都有問佢嘅，但係嗰個自稱銀行職員佢就話，因為佢個貸款簿同埋個信用卡簿咧，分開2個唔同嘅部門，如果用埋佢嘅 quota 嘅話咧，就要再交多份俾呢個信用卡部。我先生將佢個3個月嘅月結單擺咗落公文袋度密封咗，上面寫咗信用卡部門呢幾個字。到咗嗰邊嘅時候，以為會見到周先生，都 call 佢啦，話我到咗啦。點知個周先生就話而家有嘢做緊，就叫我先生直接將嗰份文件擺落去 counter 度。對方就咁就收咗。係，對方收咗，跟住我先生就走咗啦。銀行方面咧，對於收個人資料嘅文件啦，有冇啲咩指引嘅咧？有嘅，其實基本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咧，佢有個指引就係，尤其是收一啲重要嘅私人文件，需要有銀行分行嘅同事啦，去接見呢個客人啦，然後去認證咗佢究竟佢交咩文件啦，嗰啲文件愛做乜嘢申請用途啦，咁然後係交俾邊一個同事啦，同埋處理乜嘢申請書。咁如果個銀行職員就咁收到文件，即係違反咗指引，應該要做多一步。又打個電話去確認翻佢交嘅文件交俾邊個部門，或者甚至乎邊個同事去處理。銀行嚟講咧，始終都係騙案第一道防線，騙徒就係喺度濫用咗一個運作上嘅漏洞。就事件向相關銀行查詢，回覆表示已經就事件報警，將全力協助警方調查，基於私隱及保密原則，唔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第4場，新角色專業律師登場，隔咗幾日，丈夫接到律師樓嘅電話，跟住有一個叫 PHN 嘅律師聯絡我哋，咁佢就 send 咗張卡片俾我哋啦。我哋都跟佢卡片上面嘅公司上網 check 過，原來真係有呢間公司同埋有呢個人，就信咗。咁佢都問我哋攞身份證同埋嗰個最近3個月嘅月結單，我哋都照 send 俾佢啦。咁之後咧，佢就再聯絡我哋話個貸款批咗啦，咁就想我個先生去簽接收嗰份文件。上網 check 呢間律師樓係存在嘅，卡片上面嘅地址係啱嘅，喺網頁度相同人名都揾到。不過睇真個 title，卡片嗰位係行政人員，網頁嗰位係合夥人，幾乎可以肯定係被盜用。可惜當時佢哋睇得唔夠仔細。不過要簽文件，梗係喺律師樓啦。點解會冒充到呢？本身約咗喺 PHN 嘅 office 度簽嘅個律師樓，咁後尾咧佢就講話喺 IFC 嗰度咧有同事喺度做緊嘢，咁不如叫我先生去 IFC 嗰邊簽啦。咁先生都講話做緊嘢唔係好方便，咁嗰邊咧就話不如就你方便啦，就去灣仔地鐵站度簽。當時我先生翻緊工嘅，佢係好忙咁樣抽時間出去。嗰陣時喺灣仔啦，咁阿 PHN 咧就派咗個女職員同我先生去交收啲文件。咁阿 PHN 就一邊開住個 speaker 同我先生解釋翻成份文件有啲乜嘢條款，加上係好急啊個情況，就冇睇得咁仔細，就佢解釋完，先生就簽。當時丈夫簽咗3份按揭文件，每頁都有銀行 logo， 象徵度係相當高。而且丈夫簽文件嘅同時，太太已經收到銀行職員周生嘅電話，要我個數就係話過30萬零8千幾。我見到個收款人咧係一個叫做黃星咁樣嘅人，我就有質疑，我話點解唔係入我哋嘅共同 account 而係過俾呢一個人呢？佢就話頭先咧，你先生都有問呢個問題嘅。佢話呢個咧因為係律師，我哋委託咗個律師去辦，所以咧過咗俾佢之後，佢聽日就開始會幫我哋搞噶啦。當時你都信嘅？當時我都當然有疑心嘅，其實。我過完數之後，我即刻都 message 我老公話：呢個係咪詐騙嚟㗎？我個心好唔定喎。係，咁老公點講啊？佢話佢都好驚。於是第2朝一早，丈夫帶同文件直接去到銀行分行查詢。check 完之後，原來嗰個職員同佢講話90%都係俾人詐騙，叫我哋即刻報警處理。當時係咪晴天霹靂啊？係啊，同埋我當時嗰刻。其實我唔知嘅，我先生又做緊嘢，佢同我講佢好辛苦，我成個人都好亂啊，成個人好崩潰啦，因為始終30萬嚟講對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嚟講啦，起碼都做成年，好自責啊！點解會信一個咁嘅人，而自己又冇去真實嘅銀行度 double check 翻呢？我自己冇好好咁保護到我頭家啊！先生知唔知你咁自責？先生知我唔開心嘅，佢都 keep 住忍住自己嘅情緒。作為太太又好，作為媽媽又好，作為新抱又好，我就覺得我要繼續保護我頭家，我要頂住成頭家，我唔可以唔開心，所以要扮咩事都冇。所以我反而係安慰翻先生，我哋人生可以仲有好多個30萬。騙徒唔知佢哋報咗警，收咗錢之後做戲做全套，俾埋銀行證明文件，有齊戶口號碼，確認收咗30萬，之後繼續 call 佢哋屋企人，想我哋屋企人咧將所有買樓剩低嗰筆數都過埋佢個律師行度幫手處理埋，完成成個買樓嘅交易。講緊係幾多錢咧？剩翻個年大概500零萬到。我嘅屋企人梗係就扮詐帝咁應承啦，其實拖住佢嘅。騙徒再次同時佢哋發現警方喺3月頭曾經公佈過同樣嘅案情，透過埋伏拘捕咗騙徒。於是報警求助。同時咧，我就即刻去打翻去觀塘警署嗰邊，話屋企人繼續收到呢個 message 喎，話繼續過錢喎，我應該可以點樣做啊？佢就話叫我唔好理，而家拉嘅或者淨係拉到嗰啲蝦毛，而真正要拉嗰個係個收款人，所以其實對單 case 係冇乜任何幫助。佢哋話接觸過嘅4位騙徒都係講流利廣東話，之後佢哋再收到警方聯絡。
大埔 CID 打過嚟話，佢哋嗰邊都收到類似嘅 case 喎，就問我哋有冇見過個嫌疑人啦，同埋嗰個樣係點樣嘅。我話我先生見過，咁就 pass 咗個電話，佢就 call 我先生。第二日我就即刻 call 翻大埔嗰邊。佢就唔肯透露嘅嗰下，咁我就再 call 翻觀塘嗰個阿 Sir 啦，佢就話佢據佢所知咧，佢就拉咗其中一個嘅嫌疑人，咁就喺佢屋企度發現咗我個身份證，咁就而家就成個 case 咧就交翻俾大埔嗰邊處理。向警方查詢，回覆表示經深入調查，5月7號喺大埔拘捕一名40歲姓朱本地女子，涉嫌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5隊跟進。被捕人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事後佢同丈夫都非常自責。當先生簽咗呢份文件，會唔會嗰刻停一停，去翻嗰間銀行嗰度去 fact check 翻，係咪真係有呢個 plan？冷靜一下，再諗一諗，先再過數，會唔會就 stop 咗呢一個嘅悲劇呢？點解你會報東張呢？希望可以幫手拉到人，都唔想更加多香港人去因為咁嘅類似嘅 case 而受騙咯。